别看其他嘅客家重点，白白太水谷后为白正日，安置南投水利乡新山村18户居民嘅永久屋今日通工。县政府希望喺8月初8以前，使得本灾民如愿批核，那会喺屏东内政部规划嘅生活重建中心，也喺高速乡成立白。顺利。第3场。前8个月，水利康新山村90居民嘅永久屋总算开工。这片总共有18户，唔单止学校所巡航，生活机能嘛真完善。因为行只居民嘅需求，本做16平、47平、54平3种设计，为90居民真感动。当然啦、因为这边离水里国小、水里国中还有高职都蛮近的啊，而且这边又是黄金地带啊，我们村民都是很满意啊。不过，土地改建期度还有2栋建筑盲插片，其中还有一户还有人带头地摆，会影响到共享净土网。南投县长李朝庆讲，为关键同居民交通，因为民进行彻底委托800风灾19年前本灾民做好的宣示第2批。今天来到屏东高速乡，灾民家园态势重建好嘞。不过3年为冬天的农产品卖磨好，生活还是无嘛改善。上面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那个农产品销售方面呢？因为像我们现在我有重建过来的，但是农产品的销售还是很差。不但天数来到800灾民，农政部委托民间社团设计生活重建中心，码头高速正式进军。未来灾民嘅超学、超入、福利、医疗卫生等问题，做好是透过重建中心整合各方资源。只要是灾区民众他们生活上所会遭遇到的问题，都是将来我们生活重建服务中心所需要能够去提供的一些服务工作项目。重建中心嘛计划培养社区团队，探索灾民大学通路，创造更较好嘅生活条件，未希望因为安尼加速灾区嘅复原。客家新闻南投屏东综合报道。